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结合着在地相关的单位，推出着对着马爷去旅行的行程。伫个五大乡镇规划20条的动线，以分配、分流、甲预约的方式，要带大家对着马爷去佚佗。 今年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带大家对蝴蝶去旅行，让大家以日月潭做中心，前往农村进行深度旅游。南投有很多非常优质的农村，那有一些小旅行，有一像国信这边有很优质的咖啡，还有县政府也开辟了这个桥耸云天绿雕园区。南投县有美丽蝴蝶生态，嘛有咖啡笋、四季果、红茶、香菇等等优质的农产，邀请大家来佚佗、买农产、吃美食。我们知道糯米桥是3级古迹嘛，那另外还有客家的风味餐，还有冷泉米，还有绿寮玉手的一个手做的 DIY 啊，我们这边国信的那个咖啡真的是很棒。以分配资源的方式，让游客当放心来农村佚佗，要邀请民众做回来体验蝴蝶生态，更有多元的族群文化。准备好了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